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初8，诗篇94篇19节安尼讲：我心内有真济忧闷挂虑，你的安慰，互我心神快乐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心神快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活命的快乐，是阮生命的水泉。你是阮的拯救，阮的石盘。我靠你，拢袂惊吓。主啊，你是阮的欢喜，阮的诗歌。你一直是阮的拯救，因为你要互阮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抢水。主啊，阮心内有济济的忧愁挂虑，阮的心因为忧闷来孤单。主啊，济济艰难，互阮失去信心；济济困境，互阮灰心失望。总是你的安慰要帮助阮，互阮的心神快乐，互阮有喜乐毋忘。感谢主，你赐福阮每一天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伫咱心内济济忧闷挂虑的事，伊要赐下伊的安慰互咱，通互咱心神快乐，也赐福伫咱每一天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